我哋講進度啊，大家將咧出師表嘅原文咧抄翻低啊！做咩你唔抄啊？嚇，抄完啦。好啦，我哋咧今日講到呢一度，咁大家放 lunch 啦。你哋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你哋走開啊！走啊！琴日 lunch time 嗰陣咧，波波唔俾我哋扶，仲發晒脾氣咁，都唔知點算。Hi 咪咪， Hi，你好似垂頭喪氣咁樣嘅，做咩啊？冇啊！琴日 lunch time 咧，波波唔俾我哋扶，仲發晒脾氣咁啊！係啊，佢咧呢排上堂咧都好似好唔慣咁樣喎。係，唉，波波以前咁照顧我哋係時候報答翻佢啦。既然佢上堂咁唔慣，不如我哋幫佢温書追翻啲進度啊！好提議喎。不過淨係讀書好悶㗎，有冇啲開心啲嘅咧？話時話喎，波波就係生日咯喎，不如我哋幫佢搞個 party 啊！好噃，不如我哋整個蛋糕啊，好易整啫喎，好似。係喎，咁使唔使買份禮物俾佢啊？都好啫。珍惜我的，並未恨過挑剔我的，這些都是不枉遇過的。衷心多謝攻擊我的，告訴我受傷的價值，一聲多謝，很想你心情。送俾你嘅。A B C D 全 all 被試嘅。一個他，相信一個他，結伴同行吧，一起寫下一個他，寬恕一個他，這是傳揚大愛的籌碼。Be considered, because sometimes A is the answer. 一個他多過一個他，種下和平盛世的戀芽。Sometimes
has B is your answer. Sometimes C can also be the answer. 一起寫晒，一個他多過一個他，儲備能量為願望説話。世界這樣，不要再醜化。若有一個他多過一個他，結伴同行吧。一個他多過一個他，結伴同行吧。一起寫晒。一個他多過一個他，儲備能量為願望説話。我有你在，所以我不怕。一個他多過一個他，結伴同行吧。一起寫晒，一個他多過一個他，儲備能量為願望説話。嗌咁成打你個嘅，一、二、三。佢反抗啊！點睇？哇！